喂，hello，我好叫香花兒，咁啊，我而家一定係很好我嘅地鐵站吃。邊，這美之後由酒食店好望過嚟咧，味道，咁聞着到我香香的，哋甜甜的，辣辣的，都是好吃的。我希望大家都來嘗一嘗我的好手藝。咁有單人套餐啦，2人套餐同埋4人套餐嘅，咁4人套餐這美食好味道，手藝掛個架，香香的，甜甜的，都是愛吃的。我就要做個無憂慮的小蠶貓。呢度咧就賣微辣啦，同埋唔辣，中辣、小辣都有嘅。骨湯同埋肉餅湯嘅都有，可以飲啤酒啦，夜市啦可以去到12點。咁係傾雞同埋18號。正宗嘅江仔小炒，適下人金煙火啦，同埋帶小朋友到適下個，各種味道都可以適宜。咁呢度咧有啲唔辣嘅，同埋適下啲小朋友啊家庭式嘅西小食咧，我嚟咗香港咧係第一個經驗。咁如果我哋鋪頭就適下我哋。